这里是客栈，这里是马场。平日多伦殿下最爱在马场活动。这里就是锦绣山庄，这儿就是绣楼。在距离他300步的地方有一个酒楼，也就是这儿，西霞楼。在它的2楼有一个窗户，直对着绣楼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丞相，丞相，这按照你的吩咐，为他们讲解五凤谷的地形。好，你们几个跟我来吧。是。丞相，给他。他们几个会跟你一起去，他们帮我带个人回来，你做你的事儿，他们做他们的事儿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去吧。丞相，这个人杀气好大呀！他以杀人为生，杀的人越多，杀气越重。丞相，你要他去杀谁？花木兰。对，只要花木兰一死，这和亲图多半就绣不出来了。不仅仅为和亲图，更为了多伦的前途。能在锦绣山庄里泡手真是太好了，我每日就可以多睡半个时辰了。就是，你就只知道睡，那你呢？你就只知道吃。早。哎，木兰姐，早。木兰，罗医师，你的脸色不是很好，是不是最近每天都在熬夜啊？没有，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好。那我给你加一些恢复疲劳的草药吧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小三子，帮我拿副药。好。哎，有紫苏的消息吗？啊，没有。他就算不想念我们，也应该挂念他的爹娘吧？进宫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，真奇怪啊。我听说宫里的规矩特别多，有消息不能外传。规矩再多，也不能阻断骨肉亲情吧？可能是宫里的活太重，他没功夫。也许吧。怎么样了？开心了？那好吧。木兰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样。福林这2天不在状态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事我不清楚，我来负责吧。好，你来安排吧。对了，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紫苏，紫苏这一走就没有任何消息，也不合情理呀。好，我来办。末将呢？你还找他？是啊，他不在。他天天都在花儿姐啊。啊？木兰，你回来了。你来我家干嘛？我帮你爹染丝。我爹用不着你帮忙。你爹腰有旧伤，中毒之后经络也不通，一个人染丝很费力。木兰。好，爹给你做饭吃，你们说话啊。
你跟我爹套近乎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其他意图。我曾经伤害过你和你爹，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来补偿。末将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你说。你得先答应我。只要不违背我的本意，我都答应你。你能不能对福林好一点？我对他挺好的呀。我说的。对不起。木兰，末将呢？爹，以后末将来咱们家，你能把他赶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柔然人。就为这个？木兰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件衣服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你娘吧。几位？哦，我找我朋友，他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裹。哦，你朋友啊，刚上楼了。走，客官，我带你上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他在哪个包间？他订的是吉祥包间。谢谢。嘿。啊，客官这边请。好。你知道这坟场埋了多少人吗？听奶奶说过，大概有400多人吧。你杀了我的兄弟，下一次我杀了你的爹娘，再下一次你血洗我全村，再下一次我歼灭你全军。那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对呀，冤冤相报，冤冤相报啊！仇恨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那我们魏国和柔然的战争，就得年复一年的打下去。我们老百姓
也就再也别想过上太平日子了。爹，可是咱们现在不是已经和柔然讲和了吗？是啊，既然讲和了，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公主嫁给柔然的王子呢？我想，那意思是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，就不用再兵戎相见了。另外还有一层意思，那就是彼此把仇恨都一笔勾销，从此不再是仇人，而是亲人。对，咱们现在之和亲图，就是要表示我们的善意，消除对柔然人的仇恨。其实一张和亲图是消除不了仇恨的，真正能消除仇恨的，只有内心的宽恕。木兰，如果你不能真正的原谅你的敌人，就是织再多的和亲图也没有用。只有心里消除了仇恨，才能真正的消灭战争，才能真正的换来和平。爹，你是在说末将的事？我是在说所有的事。爹，我明白了。傅林，木兰，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整个人懒懒的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。今天我见到了末将。是吗？是啊，他还跟我提起了你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又天真又可爱。他真的这么说？嗯。可是末将说，在他心中最重要的还是和亲图。是吗？末将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，他希望和亲图能够顺利完成，柔然与魏国不再交战，朝廷世代交好，百姓安居乐业。没想到他对和亲图也这么上心。所以为了末将，你也应该提起精神来呀。我再提起精神又有什么用？反正末将也不喜欢我。茯苓，你不配当四娘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你可骗不了我，我跟你这么多年姐妹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。茯苓，跟你说真心话，我是不会跟你抢末将的。我知道你不会跟我抢末将，但是现在我要跟你抢，而且我还要和你拼天下第一秀女。好，走。末将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木兰来找过你，她后来找到你了吗？找到我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在街上遇到一个柔然人。谁啊？我不认识。我觉得他很奇怪，就一路跟他到了西霞楼。西霞楼？我还跟他交过手，他的身手还不错。他为什么要攻击你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我还在他房里看到了一个大弩。大弩？对了，大弩的射程有多远？这300-400步是肯定没有问题。哎，上次咱们不是说过吗？西霞楼到锦绣山庄刚好就是这个距离。
绣完了。木兰，你还不休息啊？我把这朵花绣完就回去。我觉得我绣的荷花比你这朵蔷薇有气韵。是啊，木兰，我一定要超过你。好，那你继续努力。那我先回去睡了，你也不要太晚了。早点回去睡吧。大家也都早点回去睡吧。走吧，好，走，走吧，走，走吧。停！军爷，拉的什么呀？都是一些山货。山货。好了，走吧，走吧。谢谢军爷。走走走。停！这拉的什么呀？这是？丝绸。丝绸，你看看。啊。这车上都是什么呀？都是药材。药材。哎，军爷，随便查一下就行了啊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走吧。谢谢军爷。走了。站住！这么晚了还要出关？回大人，这车货里有一批药材，耽误久了怕影响药性，所以连夜出关。查过了吗？谢将军，我查过了，没问题。货要运到哪里啊？回大人，我们先到固原，然后经过敦煌去玉门关，在玉门关分装一些货至巴尔喀什，然后再往西去。走吧。谢大人。怎么不走啊？走啊！走啊！怎么还不走？撤！车上藏有猴物。给我搜！是。末将。末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人要绑架你去哪儿？那个柔然人呢？糟了，木兰有危险！驾！给我来！是。
我去救木兰。有来！拿下！把他带走。是。木兰，站住！末将，谢将军。现在木兰情况怎么样？已经没事了。这点惊吓对木兰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是，她是比我勇敢。末将，你现在总该对我说句老实话了吧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将军，我的确知道一些秘密。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杀手是来暗杀木兰的？哦，是这样的。那天我在街上碰到那个杀手。谢将军，物归原主，谢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的马，是你的马救了你，是你的马救了我，所以它属于你。放心，没什么大碍，有点虚火上升，我给你抓点药。罗医师，练姨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小米也在呀。练姨，来，尝尝点心，这是宫里的点心，是紫苏啊托人从宫里带回来的。哦，哟，这可是皇上才能吃的点心啊，我能尝尝吗？哎呦，请吃，请吃。来，紫苏现在在宫里过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，他托人带话来说在宫里啊挺好的。哦，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快了吧？练姨，紫苏妹妹可别去了不回来了。哎呦，不会的。柳叔最近身体好吗？哎呀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。他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你上次给他开的药啊吃完了，你再给我开点儿。不应该啊，他以前最多10天半个月就好了，这次怎么拖了这么久啊？估计啊就是年龄大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给你配点药，有时间我登门拜访一下。不用，我拿点药回去就行了。他说你上次给他配的药丸最管用。哦。对了，练姨，
我订的那批货什么时候交工啊？麻烦你多等几天。我跟子苏他爹身子都不太舒服，最近这几天呀都没动过织机，没拿过袖针。没事儿，我就是问问。史伦，魔将，赶快收拾一下东西，快回柔然吧。啊？那你呢？何青图很危险，木兰也很危险，我要留下来保护。魔将，你怎么能反过来保护何青图和木兰呢？难道你忘了你是柔然的王子？正因为我是柔然王子，我热爱柔然，我希望柔然能够真正的强大，所以我一定要保护木兰，保护何青图。魔将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他的射程是普通弓弩的2倍，射出去的也不是普通的箭，而是长矛。最可怕的是，长矛在空中飞了那么远，还能将板壁穿透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威力这么大的兵器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我打算把它送往军营，让他们好好研究研究这种最新的兵器。这只长矛几乎是擦着我的耳朵飞过去的。这只长矛瞄准的是你的头部，你应该逃不掉的。是末将救了你。末将？末将赶到西夏楼下的时候，长矛已经射出，他奋力扔出他的腰刀，是腰刀将长矛的准头撞偏了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，救了你的命。他一直在保护我。莫兰，末将一直坚持说他是一个普通的高车商人，说他最大的心愿是和亲图能够顺利完成，你平平安安。你能相信他吗？我能相信他。好，你相信他，我也相信他。石伦，回去之后你见到丞相就说，我本来答应他快去快回，但是这里有变故，所以请他再等我几天。好，还有，告诉丞相，说他派来那几个人，还有那个杀手，都已经死了。希望这几条人命能够让丞相放弃那些手段。暗杀摧毁不了中原人的斗志，只会让他们越挫越勇。我们柔然的骏马日行千里，最远也不过去到吉格尔齐斯河。可中原一只小小的蚕，却能顺着丝绸之路去到波斯。我们辛苦征战，四处劫掠，所得到的不过几片水草地，而这只小小的蚕，吐丝成茧，织成了丝绸。他们所换回的财富，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。是啊，这五峰谷的每一户人，都比我们柔然的普通百姓富裕。希望丞相能够警醒。我们柔然害怕被别人欺负，并不一定要先欺负别人，唯有自己真正的强大起来，自然就不会再有人欺负我们。我明白了。石伦，我现在所做的，虽然和丞相的初衷相违背，但绝对是一个热爱柔然的王子的本分。末将，你说的我都记住了。好，你走吧，保重。怎么样，舒服些了吗？好多了。我听说昨晚出事了。是啊，有人想暗杀木兰。怎么暗杀？从庄外射进了一只长矛，幸好偏了一点，不然啊，木兰可就没命了。真是万幸啊！听说末将救了他。木兰怎么不在？哦，她好像
像出去了。他最近看起来很憔悴，好像很累的样子，是不是和亲图赶得太紧了？还好吧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谢谢罗医师。福玲，你和木兰都要注意休息啊。知道了。木兰，末将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来找你啊。找我？谢将军告诉我，昨天晚上是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。木兰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用谢我，只要你不恨我就好了。我再也不会恨你了。是因为我救了你？是因为和亲图。如果我不能原谅敌人，修再多的和亲图都没有用。只有我学会真正的宽恕敌人，才能真正的消灭战争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。木兰，你都明白了？其实是我爹教我的，他让我不仅要宽恕敌人，还要学会和敌人做朋友。我是中原人，你是柔然人，我们曾经是敌人，恨不得你死我活。其实我们应该不分彼此，我们也可以做朋友的，你说对吗？木兰，一直以来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哎，你愿意再跟我飞一次吗？我们走。把手给我。来。这里的花开得比从前茂盛，但还是比不上我们草原的。木兰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我要带你去草原上看花。我记得。你说草原上的花很美，我还赌气跟你说，如果草原上的花真有这么美，我就把草原上的花都绣下来。是啊，但草原上的花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，要想绣完，得花一辈子的时间。你愿意吗？
告诉我，你愿意吗？我能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？不行。在和亲图没有织完之前，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。这和和亲图没有关系。我和茯苓有个约定，在织完和亲图之前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考虑。我明白了。好。谢将军有安排。木兰，五凤谷里有些事，你和谢将军还不完全清楚。还有什么事？啊，你看，那春愁不过是为了当天下第一秀女，就已经如此狠毒，而和亲图涉及更多人的利益，那些人更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那你也不用每天都守着我啊。每天守着你，就算我看不到你，我心里也踏实很多。如果你能听到马蹄声，就知道是我在外面保护你，一步都不会离开。你也可以安心修图。哦，罗医师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刘叔，哦，你这气色不错嘛。哎，这不多亏了你的药，从昨天起就大有起色。我还跟子苏的娘说，罗医师的医术是越来越神了。有起色就好。我今天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好东西。啊，你看，用它泡灵芝酒治你的风湿最有效了。哦，罗医师，难为你想着，谢谢。哎，给我吧。不，还是我来拿吧。这东西毒性大着的，小心遮着你。哦，上次我给你拿的灵芝酒呢？哦，在厨房。那你带我去。哦，里边请。好。请。家里的人都在吧？哦，在。哎，子苏娘，罗医师来了。哎呦，罗医师啊！罗医师给我送东西来了。哎呀，罗医师可是贵客呀！莲姨，你忙着呢。哎，这边请。哦。最近很少看到你上街啊。这段时间啊，我们一直在家里忙活。什么活这么忙？啊，还不是以前的那些订单。哎呀，就这么活着扔下去？是啊，灵芝酒配活蜈蚣，药效最好了。哦，那就好。7天以后，只要一开坛就可以喝了。能立刻见效？那当然，不仅能治你的老风湿，对哮喘也有奇效呢。这酒喝起来，酒味清爽，香而不艳，入口干裂，回味绵长啊。这既能治病，又能解馋，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，你对我真是太好了。应该的。哎呀，这莲姨的饭做的吃真香啊！哦，要不留下来一起吃？好啊。哎呦，罗医师啊，以后要再来呀，提前打个招呼，好让我们准备一下。是啊。你看今天的饭菜这么简单，让你见笑了。哎，哪里会，莲姨，我能吃上你做的饭菜已经很开心了。快坐吧，坐吧，来。好，罗医师，请上座。坐这儿。不，那哪行？来，刘叔，你坐，你坐。真是太客气了，坐吧。坐。哎，子苏呢？怎么还不过来吃饭？罗医师，你忘了，子苏已经入宫好久了。我看到她的衣服晾在院子里啊。那是子苏以前的衣服，我拿出来给她洗了。哦，是这样。哎，来，吃饭。好。莲姨，这里有3副碗筷。莲姨，你真是未卜先知啊！
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啊？他哪有那本事啊？吃。那这副碗筷是给谁准备的？罗医师啊，你可真是心绪如发呀。柳叔，紫苏根本没进宫，她还在浣花院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不是大伙儿一起送的吗？对呀，我都看见她了。你看见紫苏了？是啊，她是不是穿一件黄色衣服？我刚才看见她从这儿走过去嘛。你说我啊？木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都在啊，罗医师，你不知道？这么说，我刚才看到的人是你喽？不是我是谁啊？啊，罗医师把你看成是紫苏了。也难怪，我和紫苏的个头本来就差不多高。哦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那我还没问你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给柳叔送药啊。木兰呀，每天都到浣花院来照顾我跟紫苏他爹。紫苏一走啊，紫苏他爹就病了，多亏了木兰天天来照顾，紫苏他爹的身体才一天一天的好起来。哎，还要感谢罗医师的药啊。哦，对，谢谢你啊，罗医师。这是应该的。柳叔、莲姨，现在思娘和云姨都走了，无凤谷的支户就靠你们两个撑着了。你们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啊。好，罗医师，以后你要是给柳叔送药，你就告诉我一声，反正我每天都来浣花院，可以顺便带过来。好啊。都别站着，咱们坐下吃饭啊。来，好。罗医师，你用了我的碗筷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没动过呢。来，不用了，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去厨房拿。好，快点，等你。罗医师，坐吧。看见木兰，就像看见我们家紫苏一样。哎呀，人家木兰可比咱们家紫苏懂事多了。是啊。何青图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和亲图绣好，只剩连缀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怎么不说话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咱们再换种方法试试？好。木兰，听说和亲图绣好了？是。哦。好一幅生机勃发、绚丽多姿、披扬寒露的百花争艳，有气有势，有时有度，有情有韵，有趣有味，好，好啊！木兰，你慢
们怎么了？谢将军，你看这儿。这是什么？我们试过用很多种方法连缀，但最后都有一道痕迹。仔细看，的确有道痕迹。该怎么处理啊？当初的要求是将和亲图一笔不改全部复原，但是有了这道痕迹，就不能算一笔不改全部复原了。没有办法了吗？能用的方法我都试过了，但是没有用。最后的连缀必须要用到经纬复原之术才可以完成，但是这经纬复原之术却是那残花娘娘所独创的。记得老先生说过，要想将这和亲图连缀好，必须得用经纬复原之术才能天衣无缝。什么是经纬复原之术啊？你没听说过？从来没听说过。我去请老先生。好。怎么了？难道是和亲图出了事情？只差最后一步了，但是总过不了。到底什么事啊？那你跟我来吧。好。八爷爷在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没有八爷爷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八爷爷来了。八爷爷，连缀完就是这样了。有没有试过用心思重新去织呢？试过，但是缝隙更明显。那有没有按照它原来的底纹经纬去连缀它呢？现在就是按这种方法连缀的，但是总有条缝隙。那用错位法，经对纬，纬对经，然后……不行啊，八爷爷，经井和纬井上都有暗纹，互相交错，就总有些暗纹扣合不齐。老先生，离和亲图交付的时间只有1个月了，请你务必想出法子，将这个问题解决。谢将军，你还记得在开始织这和亲图之前，我跟你提过一个人吗？我记得。你说要想将这和亲图连缀的天衣无缝，必须得用残花娘娘独创的经纬复原之术。那经纬复原之术可以将完全不同的图案，甚至连质地都不一样的布料连缀的天衣无缝，这和亲图自然不在话下。真有这样的连缀之术吗？30多年以前，老夫曾经亲眼看见残花娘娘操作过一次，至今令人难忘啊。老先生，在下想问，天下如此之大，难道懂经纬复原之术的只有残花娘娘吗？天下之大，是不是天外有人，老夫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据老夫所知，这经纬复原之术的确只有残花娘娘一人能做。
怎么样？我和八爷爷把能想到的方法都试了一遍，还是不行。我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还是无能为力。咱们只有听天由命了。历尽千辛万苦绣出了和亲图，却不能完美连缀，流血牺牲到头来竟是一场空。从皇上到天下百姓，为了和亲图忍辱负重，不计代价的付出，却是这样的结果。难道我魏国真要陷入兵荒马乱之中？谢将军，我们还没有到最后认输的时候。八爷爷不是说残花娘娘的经纬复原之术能将和亲图成功连缀吗？现在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只要我们立刻去找残花娘娘，找到了残花娘娘，和亲图就有希望成功。可你们知道找着残花娘娘有多难吗？不管多难，也要努力。我们不能在这儿等，哪怕找遍魏国，也要把她找到。可是木兰，已经有30多年没有人见过残花娘娘了，咱们只剩1个月，能找到她吗？八爷爷，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去找，就能找到。就算找到了残花娘娘，她也未必肯出手。只要有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木兰，好，你是对的，我们不应该放弃。八爷爷支持你这么做。那我现在就去准备这件事。谢将军，我送八爷爷出去，你也等了1个晚上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木兰，八爷爷这次也无能为力了。八爷爷，快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尽力了，回家好好休息吧。也请你放宽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残花娘娘的。来，管家，八爷爷累了一夜了，路上小心点啊。好，你放心。织绣界的一位前辈，他会一种经纬复原之术，能将和亲图成功连缀。是吗？那我们赶快找他。30年前他就失踪了。唉，这下可麻烦了。但是现在，除了找到残花娘娘，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那我们怎么找啊？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那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大海捞针，我也要捞一捞才甘心呢。我想请谢将军请旨，在整个魏国寻找残花娘娘。哎，木匠，你现在骑马回柔然，帮我在柔然打听打听。中原这么多年都没有残花娘娘的消息，说不定她去柔然，那也是有可能的。而且五凤谷不是有很多来自西域的客商吗？也可以请他们帮忙，在西域打听打听。木兰，你绣和亲图是为了魏国和柔然不再打仗，但如果双方都能够期待真正的和平，那有没有和亲图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但是现在，只有和亲图才能把魏国与柔然期望和平的人团结在一起啊。木兰，你别着急，其实我……木兰，谢将军。木兰，你马上收拾一下，跟我入宫。入宫？干嘛呀？去见一个人。见谁呀？一个懂经纬复原之术的人。懂经纬复原之术的人？经纬复原之术不是残花娘娘的独创吗？既然残花娘娘能创，别人就不能创吗？那我立刻就去收拾。和亲图有希望了，和亲图有希望了。木兰，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会合。好。李将、吴奎备车。是。太好了，快去吧。好。
罗医师，早。你更早。我就没有离开过这儿。哦，是吗？真是辛苦你了。没办法，谁叫有人想破坏和亲图，想要杀害木兰呢？这么说来，和亲图成功之日，也得给你记上一功了。好说，论功劳，你也有一份。好了，不跟你说笑了。哎，等等。我很好奇，这担子里挑的是什么？和往常一样，绣娘们的泡手汤。哇，这么重要，那你可要小心了。万一有人在里面下毒，那可不好。你是不是想试试？哎，说到我心里面去了。我还真想试试这泡手汤是什么滋味。你能让我试试吗？当然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像也没什么感觉。汤是好汤，只可惜你的手太迟钝了。手迟钝不要紧，只要刀不钝就好。泡手是很讲究时辰的。哦，那你们赶快进去吧。走。罗医师，你吓了我一跳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在院子里没有看到你，他们说你在房间里，我就过来了。我也刚回来。木兰，什么事啊？一会儿我想……罗医师啊，哎，木兰，时辰快到了。罗医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今天马上要出门，就不泡手了。哦，那泡了手再走，反正也不会迟。谢将军他已经派人来接我了。木兰，对你来说，没有什么事情比这双手更重要的了。可是，哎呀，我都把那泡手汤给你挑来了，这一路还挺远的，担得我肩都疼了。行吧，那我泡了手再走。哎，那我这就准备去。那我跟他一块儿去。这段时间真辛苦你们了。罗医师，我觉得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有吗？有啊，你好像有心事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能有什么心事？说出来听听吧，没准儿我有方法帮你解决呢。不丢了一样，
我最喜欢的东西。那能找回来吗？不能。哦。时辰到了吗？再等一会儿吧。对了，罗医师，明天不用为我准备泡手汤了。是啊，我再也不用给你准备泡手汤了。我现在心里好激动。为什么？谢将军说要带我去平城，我们要进宫见一个人。见人？谁呀？不知道。不过谢将军说，这个人是个真正的织绣高手，他懂得经纬复原之术。现在可以泡手了吗？等等，怎么了？你忘了我们的程序吗？啊。小三子，对不起，你总是笨手笨脚的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，让小三子一个人来就行了。很快就好了，很快的。罗医师，你是不是担心我啊？放心吧，快的话我3天就回来了。我们来，可以了。好。梦兰，泡吧。